18篇，偏题课用文31篇。咱做伙来念吼，我来刻，也请兄弟来印。厝地若毋是上主建造，建造的人就空空着活；城若毋是上主固守，守望的人就白白惊醒。恁早早起来，晚晚则困，拖磨趁食嘛无采工。上主所疼的人，伊互因好困。囝儿是上主所赐的产业，婴仔是伊的报赏。少年的时所生的囝儿，亲像勇士手中的箭。种地把把的人真有福气，因对城门口甲对敌争辩，拢袂致到见效。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遵行伊道路的人真有福气。你会通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物，事事顺利，真正幸福。你的某伫厝地内，亲像好结果子的葡萄树；你的囝儿围伫你的岛，亲像柑仔栽。做声敬畏上主的人，一定遮尔幸福。愿上主对锡安赐福你，愿你一生会看到耶路撒冷繁荣，愿你会看到子子孙孙。愿以色列平安，平安和平。好咱今仔日有一首诗歌，咱较无熟，圣诗597首，圣诗597首，咱做伙来唱吼。咱请苏琴先甲咱带一摆，伊无讲紧，70字。会使搁较慢一丝啊，来继续。树叶会落，围墙会倒坏，名声甲权势也会败。当阮要跋倒，求主扶持阮，求你用双手接纳阮。来，树叶会落，围墙会倒来，名声甲权势。咱咧唱这首诗歌的时阵，咱会当注意伊的附点。可比讲头前树叶会落，这是半拍半拍半拍，围墙会倒坏，这有一个附点。咱附点爱甲唱清楚，才会感觉到这首诗歌的气力。第二节的所在，咱手中。咱的桌仔头前应当拢有圣诗，若有圣诗，你甲摕起来看，吼，会搁较清楚。名声甲权势也会败，迄有2拍半。即个时阵2拍半一定爱唱甲足，唱甲足的时阵，即首的诗歌才会有气力，才袂断气。所以当咱要跋倒，求主扶持阮，求你用双手接纳阮。咱每一摆唱一首圣诗的时阵，唱一首诗歌，咱爱注意，除了伊的旋律真水以外，咱会通注意伊的歌词，歌词比旋律搁较重要。
这个作者伊对伊叶知秋一个秋天的叶啊落落去，围墙以前彰化城嘛有围墙，但是围墙会倒坏。伊对这点切入去，咱每一个人个人的信用，咱的名声、凡事也会败。当咱跋倒，求主来扶持，求你用双手接纳阮，这是第一节。当伊进入到第二节的时阵，咱第一节要听伫咱可能会跋倒，但是第二节伊甲咱讲，咱已经跋倒。当咱跋倒，你陪伴阮受苦，死荫山谷无绝路。当阮伫日子，你甲阮同在，用疼扶持阮伫徛在。但是这首诗歌若是听伫第二节，也无够呀，因为咱还是伫咧跋倒的中间。第三节伊甲咱讲，对于倒坏中，担阮伫徛在，无死亡见效，无失败。听你的激励，疼痛的呼声，阮奉你性命向前行。所以每一首诗歌，伊有伊的方向性，咱爱足注意。这是咱爱搁较接唱圣诗的理由。咱搁来一届，咱甲30拢唱好了。来。最条的路，为唱的倒坏，名声甲款式也会败。三角祈祷，特别上帝，阮即时奉你的圣名三角主席，求你的圣神教阮三角之地，将这段时间恭敬仰望伫你的圣手，安尼祈祷拢恳求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愿一切的荣耀、娱乐、敬拜，拢归伫咱的主上帝。咱做伙开嘴来娱乐伊。娱乐主，哈利路亚。娱乐主，哈利路亚。
平安的一礼拜，咱会当做一会，搁会当坐伫遮来敬拜伊，来学乐伊。咱来甲身边的人看一下，转头看一下你身边的人，这个人是毋是定定坐伫你边啊？对无？但是我感觉这真正是上帝的恩典，才互咱会当坐伫遮坐做伙。所以咱来甲咱身边的人讲，感谢主，真欢喜看到你。感谢主，真欢喜看到你。感谢主，真欢喜看到你。对对。好，我邀请咱每一个人，你若是会动，咱就做伙徛起来。哦，咱用咱的手，用咱的身躯，用咱的声音来做伙敬拜伊，有标准动作哦。一切荣耀荣乐，拢对我主我的心，一时叹地白勇敢而乐，哈利路亚，大王大赦了，高举耶稣的名，哈利路亚，你的手。哈利路亚，左边，哦乐主，哈利路亚，哦乐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乐主，哈利路亚，哦乐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荣耀。一切荣耀和乐，拢对我主我的心，一时叹地白勇敢而乐，哈利路亚，大王大赦了，高举耶稣的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拉主，哦乐主，哈利路亚，哦乐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乐主，哈利路亚，哦乐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请坐。阿拉主，哦乐主，哈利路亚，哦乐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乐主，哈利路亚。哦乐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恁着爱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来侍奉伊，着拄去一切偶像，独来侍奉耶和华，因为伊是独一上帝，世间并无别的拯救。咱做伙来唱这首诗歌。恁着爱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来侍奉伊，着拄去早前一切偶像，独来侍奉耶和华，伊是独一上帝。伊是独一上帝，世间并无别的拯救。伊是独一上帝，伊是独一上帝，世间
相信是你来赐福伊，着拄起早前一切恶相，多多来赐福耶和华。伊是对上帝，伊是对上帝，世间别无别的拯救。伊是对上帝，伊是对上帝，世间别无别的拯救。今仔日的根据马太福音4章10节，因为有记载讲，要拜主你的上帝，多多服侍伊那条。毋知咱伫即礼拜中间，咱拄着啥物款的试探，拄着啥物款的问题？可能伫人甲人中间，可能伫你的家庭中间，可能伫你的工作中间，嘛可能伫教会的服侍中间，咱拄着啥物款的试探？求上帝帮助咱每一个人来学习耶稣，知影安怎来面对。耶稣的态度，伊是独一的上帝，多多服侍伊，定定。咱搁对头来唱。因着爱敬畏耶和华，相信是伊来赐福伊，着拄起早前一切恶相，多多来赐福耶和华。伊是独一上帝，伊是独一上帝，伊是独一上帝，世间别无别的拯救。伊是独一上帝，伊是独一上帝，世间别无别的拯救。恁着爱，恁着爱敬畏耶和华，相信是伊来赐福伊，着拄起早前一切恶相，多多来赐福耶和华。伊是独一上帝，伊是独一上帝，伊是独一上帝，世间别无别的拯救。伊是独一上帝，伊是独一上帝，世间别无别的拯救。伊是独一上帝，伊是独一上帝，伊是独一上帝，世间别无别的拯救。伊是独一上帝，伊是独一上帝，世间别无别的拯救。静静听，静静听，我要静静听，我要安尼空听主的声。静静听，静静听，伊在静静听，我的无遮认得我的声。伊是大无遮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咱主的声。伊是大无遮生命的主宰，伊的
用诗歌，用圣经节，伫无数的讲道中间，主啊，求你甲阮每一个人讲话，因为你是阮每一个人性命的主宰，阮每一个人只想要听探主的声。静静听，我要静静听，我要欢喜空听主的声。静静听，静静听，伊在静静听，我的母亲认得我的声。伊是大母亲，伊是大母亲，生命的主宰，我的声只听看主的声。伊是大母亲，生命的主宰，伊的有灵伫伊的声。伊是大母亲，伊是大母亲。会众请起立。倒正立体，徛起伫咱的中间，有恩典甲真理满满，搁阮捌看见伊的阳光，亲像独生的囝对爸所得的阳光。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大胎，对大细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地彼拉多受苦，顶10架死，埋葬落土，第3日对着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立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同心来祈祷，独一上帝，满有怜悯听的爸，阮感谢你。你是了独生圣囝耶稣，成做阮的好模样。伫阮日常的生活中，你体贴阮用土粉来做；伫阮软弱软正的时，你找肯圣神伫阮的中间，成做阮的帮站，坚固阮。主愿知，伫阮的兄弟姊妹中间，有身体欠安、心灵软弱的，主愿你甲因治治。主
伫今仔日主日的中间，是总会所设定国内外宣导奉献主日。你切恳林牧师来到阮的中间，要分享着耶稣受试探、传福音的信息。愿主你添净阮每一个人的心，互林牧师所传达的信息会当入阮每一个人的心，来成做阮生活中传福音的好帮站。主，阮也祈求你会当落实伫阮的内底，互阮每一个人将阮摒空家己来亲近主你。愿主你的圣神甲阮伫地，也互阮所听的拢会当利益，也伫阮所行的拢会当成做主你的好使者。原来祈祷感恩，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是属我的请坐。咱即日要用启应文31篇，咱做伙来启应。此题嘛毋是上主建造，城若毋是上主固守，就白白。恁早早起来，晚晚才困。上主所疼的人，互因好困。囝儿是上主所赐的产业，儿仔是伊的报酬。少年的是伊所生的囝儿，亲像拢是手中的钱。种地饱饱的人真有福气，因伫城门口甲对着前边拢无地到建设。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尊敬伊道理真有福气。恁为得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物，恁的某，你的某伫厝内亲像高结果子的葡萄树。敬畏这声敬畏上主的人，一定真能幸福。愿上主对錫安祝福互恁。耶撒冷永恒。愿你会看到囝儿囝孙孙。咱即日做伙来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太福音书4章1节到11节。马太福音书4章1节到11节。迄时，耶稣互圣神带到旷野，要受魔鬼试。经过禁食42年，后来就邀饲的活来，甲伊讲：你若是上帝的囝，就甲遮的石变做饼。若是伊讲有记载讲，人的话毋干那瓦靠饼。就是我靠对上帝喙所出朗诵的话，魔鬼就带伊到圣城，互伊徛伫殿的尾溜，甲伊讲：你若是上帝的囝，就家己掉落去，因为有记载讲，伊要为着你命令伊的天使，因要用手扶你，要立伫你的下骹得着石。耶稣甲伊讲，阁有记载讲，无伫试主你的上帝。魔鬼阁带伊到极悬的山，用天下万国甲因的荣光互伊看，阁甲伊讲：你若拍落拜我，遮个我拢互你。耶稣就甲伊讲：撒旦退去，因为有记载讲，
着拜主你的上帝，独独服侍伊那尔。安尼，魔鬼离开伊，有天使教来侍候伊。咱今仔日要共读的圣经节，伫马太福音书4章10节，咱做伙来共读。因为有记载讲，着拜主你的上帝，独独服侍伊那尔。华语，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这条圣歌队要带咱诗歌开我目睭，互我看去的诗歌来默想。林牧师今日要带来信息是
耶稣的试探，耶稣的试探。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总会国内外宣道主日，也感谢咱的社会有接纳即天诚做总会一个真要紧事工的传达，特别伫咱的周报内底有业即个奉献地，毋望咱用继续听主的心来，互咱总会传道委员会，无论是国外、国内即个牧师还是宣教师。伫因养成也是开始咧服侍时阵，有够额经费来支持因所要做的工，特别伫国外真侪宣教师，若无咱的大岛，若无咱的奉献支持，真侪国外事工真恶伫做。特别伫即马即种知识爆炸的时代，真侪人已经无爱去教会做礼拜，因为 Google 真好用，无论任何事 ，OK Google， 伊就马上甲你做解答。总是咱爱知，魔鬼藏在细节中。伫科技愈进步，人离上帝愈远。所以今仔日，咱伫2019年的第3主日，牧师就要用咱真实的即个故事，耶稣的试探，要甲咱所有兄弟姊妹共同咱来学习。伫新的年，犹原有新的挑战。总是咱伫信仰中间。要怎样靠着上帝，互咱的智慧甲权柄，互咱伫新的年伫信仰继续进步，互你伫新的年每过一天，拢是有意义、有成就的一天。所以这个时阵，请咱同心搁一遍额头来祈祷。即成的爸上帝，阮所有兄弟姊妹已经身被万变，愿你的神继续伫阮的中间来做工。借着你的话，搁一遍将你的启示显露伫阮的中间，互今仔日所有兄弟姊妹无论伫国语场还是台语场做礼拜的人拢通对着你的神对着你的话得到启示甲开力。但愿即个时阵已经被万变，愿你将真理的光照伫阮的中间，互阮因为光看到阮的欠缺甲需要。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当耶稣出来传道理进前，伫经文甲咱讲，伊伫旷野禁食40天，了后接受魔鬼的试探。这通讲是耶稣传道理进前的资格考试，看伊所传的上帝，伫伊的生命价值中有啥物种的地位。但今仔日咱诚做基督徒，也有即种的资格考试。就是咱伫生活中，伫各种的试探的中间，这个试探要问咱的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伊是啥物种的地位？当试探这字伫希腊文Pinaros 有好甲歹相同的意思。中文的翻译甲好的意思翻做试验，也是试炼；歹意思叫做试探。所以当咱咧读经文的时阵，特别咱咧甲人做见证，试探甲试炼、试验的，咱毋通甲伊掺杂。原来是好的意思，结果你传达的中间，甲迄个意思讲做是歹。所以牧师搁重讲一遍，Pinaros好的意思翻做试验甲试炼，歹意思叫做试探。所以当咱若看到其他的属灵的书籍，也是短篇，亲像更新共款。当伊若写着试探这两字的时阵，迄个是歹的意思。所以当咱诚做一个基督徒，当咱咧读圣经的时阵，这种专用名词咱爱非常的细腻运用，因为咱若是甲一字念唔对去的时阵，你的探访、你的见证，可能呢会对好变做歹。若安尼，咱会看到伫圣经内底这种的语言，因为咱是读汉文。咱咧读原文的时阵，也是英语版会非常的清楚，所以亲像咱的希伯来人书，伊甲咱讲，上帝无试探人，总是会试验人。甚至咱若看创世纪27章所记载，亚伯拉罕献伊家己的囝以撒做烧祭的时阵，圣经嘛讲，这是上帝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当犹太人入必修学生也有考试。不过，伊即种的考试无亲像咱即摆考试爱死背，较亲像一种的益智问答、机智问答。亲像咧列比的问考试学生讲，伊讲有两个人无小心对烟筒管摔落来，一个是糊里糊涂摔落来，结果规身躯拢是乌乌；
总是第二个人，伊非常的细腻，所以手划着迄个壁，顺迄个势慢慢啊骨落来，结果只有手乌乌，身躯白白。安尼考试的学生伊就问：安尼第一个人先去洗身躯？当然呢，你若硬讲迄个身躯白白的人去洗身躯，就必录取，因为列比的解说，当两个人对应当讲摔落来了后。迄个身躯白白的人看到对方身躯乌乌，伊了做伊身躯是白白，所以呢，伊就无去洗身躯。总是迄个身躯白白的人看到对方身躯乌乌，伊了做伊家己身躯乌乌，所以呢，伊就去洗身躯。所以呢，当列比解说即个问题了后，伊佫会引用圣经做譬如讲，有诶，上帝要互伊佫较济；无诶，连伊所有也要客去。当然，耶稣虽然活伫犹太人的社会中间，总是耶稣的考试呢，毋是亲像爱背即个标准答案，嘛毋是亲像因迄个时阵列比即种的机智问答。耶稣伊的考试是一种的信用个别，是一种忠实伫上帝的人生的价值的确认。所以耶稣所拄着的考试。也是咱今仔日真做基督徒的课题，那安尼伫今仔日的经文，第一个课题叫做经济的试探。但伫咱的圣经甲咱讲，魔鬼第一个试探是讲，你若是上帝的囝，就甲这的石头变做饼。这是经济的试探。耶稣的答案甲咱讲，人伫我毋拿我靠饼，就是我靠对上帝的嘴所出隆重的话。亲爱兄弟姊妹，当咱听到耶稣所讲到这话的时阵，咱大声先倒去这个试探进前的背景，就是耶稣伊禁止40天，后来伊就要。所以耶稣的回答使人感动甲反省，特别伫今仔日咱的台湾人，食饱的人实在无资格批判枵餓的人，为什么为着饼来出卖家己？当前副总统卢秀莲，伊早期捌写一本册，叫做《因的目屎》。这本册内容是咧描写早期台湾女性为着要食饱，煞出卖家己的肉体，以及伫各种劳动的工作的中间所流的目屎。所以食饱的人实在无资格体笑遐个为着3顿煞出卖家己肉体的人，总是今仔日。咱的耶稣犹原教示咱，无论你是为着什么种的理由，为着这个饼来追求的时阵，咱犹原爱用上帝的话做中心，千万不可用无正当的方式，把石头变做饼。总是呢，今仔日咱所读到这个经文的问题，特别伫咱台湾的处境的问题，不在伫遮。因为呢，咱台湾人已经全部拢食饱，总是因为食饱了后，你犹原阁想要食，所以呢，出卖家己的肉体灵魂，若是为着要互家己得到更较奢华的生活享受，迄个叫做拜魔鬼。所以18世纪英国的小说家 Henry Fredington 有一首诗写了真好，伊讲把钱当作是上帝的人。互最后，伊家己会变做魔鬼。所以，若讲到金钱的渴慕，就好亲像罗马人所讲，伊讲钱亲像海水，啉愈侪就哪喙干。所以，若安尼，今仔日耶稣甲撒旦所讲的话，通互咱今仔日真做基督徒，特别是台湾人，咱伫今年的选举的中间。咱看到全台湾拢咧讲到经济，到底这个经济对咱基督徒有重要无？足重要。总是咱伫追求这个经济的下面的时阵，要怎样互上帝的话，真做咱追求经济利益一个真要紧的反省。倒有一个外国神父伫台湾传教20年，当伊要离开台湾的时阵，伊写一本册叫做《台湾人的价值》。这本册内容是咧描写台湾人的价值观，对细汉开始就爱入伫迄个好的小学，了后初中、高中、大学，了后去美国来留学，
了后，无论伫本国还是外国来赚大钱、娶水某。当然，这拢有可能是咱人生的理想。总是这个，若是你已经拢得到了后，你的人生要有啥物种的理想？所以伫经济利益的追求的下面，真侪人，包括咱基督徒，拢想要做第一。总是做第一名的人，拢要面临第二名的威胁。所以伫咱信仰追求的中间，咱为什么无爱互上帝做咱伫经济追求的第一，咱做第二？咱若愿意伫经济追求的下面，咱互上帝做第一的时，你会发现，当你伫即个世间拼命咧追求拼的人生，你会更较体会出上帝的话会比拼更较丰富，更较通满足咱生命的需要。但民间12生肖即个故事中间，即个鸟鼠为着要做头。所以就想尽办法要甲第二名的牛来拼第一，就是比什么人的身躯较大。若是什么人的身躯较大，伊就会使伫即个12生肖的中间排第一。所以呢，伫即个比赛的前一天，即个鸟鼠就想办法，要怎样互家己的身躯重一倍。结果伫比赛迄天呢，裁判都惊一个。因为这个裁判从来毋捌看过遐尼大身躯的鸟鼠。当然呢，因为这场的比赛，鸟鼠因为伊的身躯长大一倍，牛无法度，所以呢，牛就排做第二，鸟鼠就排做第一。当然，鸟鼠满足第一的愿望，总是对迄天了后，伊爱时时维持伊这个大身躯的压力。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今仔日所有的台湾人，包括咱基督徒，咱拢伫即只经济的牛的压力下面，因为呢，咱要比即个经济的牛更较大，所以呢，咱每一个人伫经济的中间，拢想尽办法要互家己长大。结果，咱的生活就好亲像迄个碰风的鸟鼠，时时受到经济的牛的威胁甲诱惑。所以，亲爱的姊妹，咱做基督徒需要拼，嘛需要经济的追求。有真侪人讲，钱袂使好，钱袂使不灵，总是无钱呢就万万不灵。总是亲爱的姊妹，咱伫即个世间是用上帝的话做咱的基础。若是你伫追求拼的人生的中间，犹原阁甲金钱当作是万能的时，咱来恳求主怜悯咱。因为呢，伫主耶稣伊见证了后，圣神带伊经过第一个即种的经济试探的时阵，咱看耶稣伊怎样勇敢讲，伫即种追求拼的人生呢，咱需要上帝的话。但第二个试探叫做信仰的试探。但伫经文的中间，咱有看到魔鬼带耶稣到伫圣殿的尾楼，对耶稣讲：“你若是上帝的囝，就搭地跳落去，因为上帝要为着你命令伊的天使用手扶你，免得你的脚踏着石。”总是耶稣甲伊讲：“无伫试探主你的上帝。”那用现代话来讲，这是信仰的试探。因为有真侪人信上帝，信到最后变做家己是上帝。亲像伫韩国有一个叫做统一教，这个统一教的这个创始者是韩国人的文显明。不过呢，这个文显明这个教主呢，传教到最后，伊家己变做弥赛亚。亲爱的兄弟姊妹，若是信上帝信到最后，咱的上帝会使申请专利，安尼这种的信仰就有问题。有一遍，耶稣的学生看到有人奉耶稣的名赶鬼，伊就非常的生气，骂遐个人为什么奉因的老师的名来赶鬼？言下之意，好亲像耶稣已经予学生申请到专利。总是呢，耶稣回答因讲，互因去，只要福音通传开，有啥物种的要紧？
当然，即马现代咧讲到异端，Heretical， 伊原文叫做 school， 叫做学派，也就是讲，当一个人伤过坚持伊的看法，拢有可能成做异端。所以呢，美国诗人 Robert Frost 有一首诗值得咱来反省。伊讲：我伫少年的时，毋敢伤过偏激。因为我惊年老的时伤过保守，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伫咱的信仰生活中间，若是一个人一直坚持伊的意见较是对的，有可能伫伊少年的时阵真偏激，总是若是伫年老的时，犹原共款坚持伊的意见较是对的时阵，因为时代已经无同，这个人已经会变做真保守。特别咱有真侪信徒读圣经，读圣经了后，常常会讲，这是上帝的旨意。特别你若有啥物疑难杂症，问即群虔诚的人，伊拢会甲你讲，迄是上帝的旨意。但是呢，你将这话过来反省一遍，你会感觉，这个人所讲上帝的旨意呢，99%拢是伊家己的意思。当然，今仔日咱会感觉基督徒袂试探上帝，但是恁敢知？咱有真侪信徒的信仰生活，拢是很圣经啊，用圣经安尼显的时阵来做伊一工的准则。甚至即马阁有真侪信徒咧签这个运动彩券，也是大家乐，因拢会显。甚至咱的周报的数字信息呢，伊嘛会使来签。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毋通当作讲这是一个笑话，因为咱有真侪人拢利用圣经来合理化家己的私欲。这种的行为，这种的想法，就叫做试探上帝。好，亲像早前有一个信徒，伊捌见证讲，伊讲呢，伊特别若是要出去食头路，也是要上班的时阵呢，伊拢会很圣经啦，用圣经的意思来做伊一工生活的准则。总是呢，有一工呢无拍算呢，伊衫已经穿好要出去的时阵呢，伊献圣经。结果献的时阵呢无拍算，伊献到一节叫做犹大特地出去吊死。后来这个信徒大惊一条，伊讲上帝哪有可能叫我去吊死？安尼我一定献唔到。了后呢，伊真虔诚呢，徛伫伊的大门的时阵呢，佮把圣经撒出来，佮重献一遍。无小心献到的时阵，伊讲安怎？我所吩咐你的，一定要去行。所以，亲爱的姊妹，基督徒的信仰若是用献圣经的时阵，唔免来教会做礼拜。若是你的信仰是用献圣经的时阵呢，这个叫做试探上帝。所以，亲爱的姊妹，圣经是来遵守的，圣经唔是摆伫你的你的册图内底，甲人讲呢，我是基督徒。咱想看卖啊呢？一年365天，你献圣经是献几遍？所以若安尼时阵，咱伫信仰的中间，三不五时拢会试探上帝。咱恳求上帝怜悯咱，互咱伫2019年第3个主日的时阵，咱应该倒转来伫圣经来看耶稣。伊怎样面对魔鬼的挑战？特别伫这种信仰的试探的中间，耶稣安怎讲？无得试探主你的上帝。这通讲，互咱伫2019年，咱成做一个基督徒的时阵，要怎样真真正正活出上帝的旨意？那第3个试探叫做权力的试探，因为圣经甲咱讲。魔鬼带耶稣到伫极悬的山，用天的万国甲伊的荣华富贵，互耶稣讲。了后，伊就对耶稣讲：你若拍了拜我，这个我拢互你。总是耶稣讲，着拜主你的上帝，独独服侍伊拿定。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信仰的原则，因为咱真做一个人。是这个世间有真侪对象，爱你对伊尽忠，亲像国家、统治者、金钱、恁的亲人、
大家个拢咧要求你爱对因尽忠。总是咱基督徒信仰上宝贵的所在，就是你只要对咱的主忠心，只有上帝确是你唯一的主人。伫日本统治台湾的时阵，日本警察常常拢爱欺负咱台湾的基督徒，特别拢爱来创治迄当时的牧师。即日本警察若看到牧师的时阵，拢会问牧师讲：牧师，天皇甲上帝第一个较大？你马上爱甲我回答。若是牧师回答讲上帝真大，可能迄个警察就把家野咯，扒落了，甲牧师关伫家牢一礼拜。总是若是牧师呢回答讲呢天皇上大，安尼呢这话显然违背着基督徒良心。总是呢，迄个时阵有个真曲的牧师就回答讲：伫礼拜堂上帝上大，伫礼拜堂外呢天皇上大。当然呢，这个牧师呢就无代志，安然离开。总是亲爱兄弟姊妹，咱基督徒敢是真正安尼吗？礼拜堂内底上帝上大，礼拜堂闹到天皇上大，敢是安尼？是毋是？毋是啦。这个毋是咱基督徒的信仰的告别啦。咱基督徒的信仰告别，就是忠心伫咱的上帝，只有一个上帝。无论是教会内底、教会内口，拢是上帝最大。所以，因为咱有这种的信仰，较有今嘛长老教会，较有今嘛咱的基督徒，有真侪人伫信仰的中间呢，拢保持模糊啦。你讲安尼嘛对，讲安尼嘛对，死道友无死贫道，总是安尼敢对啦。亲爱兄弟姊妹，2019年多开始无偌久，咱想想2018年有真侪咱料想袂到的代志发生，坐火车出车祸，坐飞轮机载飞轮机，行路雨车浪，有真侪呢瞬间呢，咱的好朋友。咱的亲情就安尼，甲你离开这个世间，甲你完全无关系。所以，通讲呢，2018年后半段，台湾人开始咧思考一个问题：若是我下一刻离开这个世间，我要留啥物互人来孝念？听讲咱2018年，咱永福教会有20个告别式，敢是？是毋是啦？牧师咧问恁呢，恁有参加这个会友的告别式无？有无啦？你想想呢，一间教会若是办20场的告别礼拜，表示恁的教会迄个教会人数安怎就减少去呢？我看咱的周报顶礼拜290几个，啊，若是20号，甲伊册起来有60个无？当然，这个家庭。伊的亲人过往了，因的家族可能呢有一点仔寂寞，有时阵会来，有时阵会离开。所以，亲爱姊妹，时间无咧等人，所以咱要伫有限的时间中间呢，要怎样搁一遍呢？忠心伫咱的信仰，就是呢要怎样跟对咱的主。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伫教会内，无论伫你的厝内，无论伫你的上班的所在，也是路口，咱拢爱尊主最大。当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英国常常互德国的飞轮机来轰炸，所以伫危急的时阵，英国的首相丘吉尔伊就放送讲呢：若是魔鬼这时阵通救阮英国，英国不惜一切来拜伊。所以，咱看到今嘛真侪国家、真侪人为着权力的欲望来拜魔鬼，总是咱毋通一项事。伫历史的中间，伊甲咱讲，权力的悲剧就是这个追求的人，常常是死伫这个权力的斗争的岛的下面。所以，若安尼，咱会看到世间的权力、荣华富贵，大家拢爱。包括基督徒嘛真爱，总是呢，你若是为着要得到伊，刷出卖你家己的灵魂、良心、你的信用，
一个叫做拜魔鬼。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牧师你也人甲咱讲的魔鬼，毋是亲像早前咱所想象迄个不啦，毋是啦。若是即摆鬼呢，好亲像什么人？林志玲，恁捌无？九令恁捌无？认不认识他？蔡依林捌无？捌啦。早前的鬼呢是互你惊，因为你会惊，所以呢你会安怎？你会受伊的控制。但是即摆鬼伊知影讲即步无效，因为你若看到我会惊，你会先选，哪有可能来拜我？所以咱看到以前的庙，伊迄种什么烟吼，什么威武啦，吼肃静啦，伫迄个庙内底呢，营造出安怎，互你真惊吓。你若无做神事的时阵呢，7爷8爷18罗汉要安怎？要甲你掠。所以早前的台湾社会，即种的民间宗教、道教、佛教，拢有教化即种的现象。总是咱即摆看到，因为人真现实。我所拜的神，若无保庇我，趁大钱，我哪有可能拜你？所以咱看到即摆的庙呢，伊嘛无咧强调善善法恶，对毋对？对毋对啦？咱中华庙有这无？足济呢，包括中华教会后壁边仔嘛拢有庙。总是因咧庙讲嘛咧想讲吼，要怎样吸引信徒来安怎来捐献？所以即摆呢，因的信徒无论做好事歹事呢，因拢点点无讲的，反正你钱来了就 OK。咱搁来看即摆的教会，教会有咧讲罪无？有无？我咧讲罪，毋是杀人放火，毋是，是迄种无好的念头。咱咧教会有咧讲无？应该有，相信应该有。总是恁有意识到迄个罪，甲恁羁绊无？有无？所以头拄无所讲过，杀魔鬼毋是迄个青面獠牙，迄个魔鬼，互你看到时阵呢，你马上安怎心跳跳，哦耶，马上就跟着他。所以因为即摆鬼已经进化，已经非常的进步。伊敢讲呢，若要勾引人就是用迄个上水。所以即摆除了林志玲、蔡依林，伊即摆搁咧塑造查甫的咧，要拜什么人？即摆有一个细汉的全台湾起笑，做市长迄个。无说毋是咧骗想，就是讲魔鬼伊会化身啊！什么会是你上介意的？什么人会使阻挡你甲上帝？迄个人、迄个物，拢叫做魔鬼。所以，亲爱姊妹，时代咧变，魔鬼嘛咧变，总是伊的条件拢不变。无论是经济，无论是信用，无论是管理，只要你要得到这3项，真简单，你就对我来啊！你嘛毋免信用。嘛毋免奉献，嘛毋免参加礼拜，你逐工拢伫恁厝就好，只要莫来教会就好啦。安尼即种的条件好无？好无啦？为什么毋好？为什么？敢真正毋好？你敢知影早前咧教即种伦理的时阵，真好耍。若是这是一个大楼，这是一个窗啊，我是一个董事长，伊是我的总经理。总是呢，我已经无主意呢，摔出去伫即个路口，我手摸着即个窗仔边摸掉的啊！执事救我！即个执事讲呢，若早前呢，我救你，我救你。但是想想的讲呢，哇，阮即个头家，阮即个公司呢，总价值呢100亿，啊，伊若死，我就变做啥？董事长。所以以前佫有信用的牵制。当这个总经理咧顿顿的时阵，我要不要救？这个董事长会讲安怎？你救我，我马上给你100亿。迄当阵无100亿啦，我互你1000万，你爱甲我救。好来，迄当时可能1000万你毋捌看过啊，连100万你嘛捌看过，所以想着讲100或1000万，哦耶，我所救你，我所救你。后来甲伊救起来啊，了后呢，够1000万互伊？无啊。怀恨在心，这叫做咱人的实际实况人性。
所以即马呢，咧讲到伦理的时阵吼，大家拢用即个观念价钱安怎做头前。我要求你会使，马上现讲，你所有手里的股票拢爱互我，啊无莫插你啊，加加你咬你的手，互你甲你落落去，反正无人看到啊。啊，即马这个当属长要安怎？他会不会降服？会，伊想讲呢，所有的股票跟你没关系，反正我产值700亿，甚至50亿互你嘛不要紧，反正我冇遐个有。即马开始伫遐条件伫高换，最后你敢知？即马咧讲伦理学非常的恐怖，人为着利益会使丧失良知，所以呢，等于全部拢讲了啊，我所有物件拢转互你，马上伊会讲来电话来。董事长，林董事长马上转移。电话xã会拢讲了的时阵呢，撒由那那下去吧。所以咱看到今摆社会愈来愈安怎，愈无情。你有热情是用伫迄个什么货，无正当的管理的追求。总是咱基督徒会安尼袂？一个摇头尔，恁这边拢无摇头。基督徒会不会很现实？有时候会，有时候不会。顶关二楼的人，基督徒这很实袂？会袂？我点点。咱来论清一个事实：为什么耶稣爱代替人，互魔鬼来试探？为什么？因为耶稣道成做肉体，所以上帝无相信人会受到魔鬼的试探，所以差遣耶稣伫这个世间来经验人怎样受到魔鬼的试探。结果你看耶稣的回答，拢讲安怎？无伫试探你的主。我说跟咱讲，咱唔当伤过天真，以为撒旦就是穿那个黑色的，戴个斗篷，拿个刀子，卖公啊啦。那个只有在卡通影片才有。今卖魔鬼呢是非常的光鲜亮丽又漂亮，因为伊的目的就是要吸引你。当你被吸引的时候，你的心、你的灵就给他了。所以咱伫新的年的时阵，咱好亲像耶稣同款，咱拢会得时不得时，伫无同款的所在接受到魔鬼这种的试探，伊毋是试炼哦，伊是试探，目的就是安怎？你放弃你的信用上赞，你爱啥我拢互你。亲爱的姊妹，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做任何的事拢要付出代价，包括信用。希望咱伫新的年的时阵，永福教会的正信徒，无论是大人囡仔，无论是讲台语、讲国语，还是参加咱的社区的这兄弟姊妹，因为因要因为恁来得到福气，特别伫迄种的试探的中间，因要看恁基督徒，伊要看伊要看永福教会信徒，你怎样将耶稣这边的试探落实伫你的信用生活了后，伊时刻会甲你观察，无论是经济，无论是信用，无论是管理，特别伫选举的时阵，伊要怎样看咱永福教会信徒？你是毋是有将上帝这种真要紧的生活准则有甲伊落实去无？所以毋知恁准备好啊未？新的年，若是有人甲你煽动，廖长老。我有一团真赞的合唱团，请你来指挥，你要来指挥无？咱甲云雀干掉，一天10万，嘛毋免你伴奏，阮有突落的，对，还有弦乐团，廖长老要不要一起来合作？要不要？啊？这开玩笑，开玩笑吼，因为吼，咱的信用毋是伫礼拜日那定，礼拜日牧师问咱。礼拜日的礼拜堂，魔鬼敢来无？敢无？魔鬼敢坐伫恁的边仔袂？啊？敢还是毋敢？为什么毋敢？哈？为什么毋敢？为什么魔鬼毋敢坐伫礼拜堂甲恁做礼拜？为什么毋敢？哈？因为上帝伫遮吼，后来牧师甲咱，因为上帝在这里，所以魔鬼不敢来。牧师甲咱讲吼。咱调整一下，魔鬼毋是青面了嘅，魔鬼若照圣经咧讲，伊是天使长。天使就是上帝的差甲，台语国语叫做他是上帝的差役。
所以呢，这个魔鬼是比迄个小鬼更较悬，叫做天使长。天使袂死，天使会使伫天堂、人间甲地狱走来走去。安尼你知影吼？牧师甲恁讲，伫咱的礼拜堂的中间，鬼撒旦嘛就伫你的边啊啦。安尼恁会惊袂？袂惊啦，伊看无啊。总是伊会甲你催眠，所以呢，对今年开始，咱咧做礼拜，若是有人咧拄久，边仔人甲伊弄一下，因为有可能呢，真要紧的话，伊拄拄起的时阵，哇，这礼拜无意义，因为呢，咱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动机来参加礼拜，无论是欢喜，无论是忧伤，无论是失失，总是上帝就是看什么人有准备的时阵，伊的话就伫迄个中间。真细声入到伫你的心内，咱来想象上帝的声伫希伯来文内底呢，叫做亲像，迄个声亲像尖落伫涂骹，你敢听有？尖落伫涂骹有大声无？所以逐倒恁咧唱静静听，我要静静听，要听啥？听什么？听什么人的声？哦，所以咱敬拜学咱毋是咧唱起模样的呢。伊咧甲你讲，今仔日要做礼拜，你有静静听无？你有静静无？台语的形容词呢，若是静，无啥物货。静静，总结啦，静静静，交接。所以台语的形容词足古锥呢。迄个动词若是继续强调、搁强调，表示讲呢，你逐礼拜做礼拜时阵呢，你要非常的慎重，好亲像你咧找物件共款，找啥物物件？你的黄金，你的选择若无去，你用迄种的心情来听上帝的话，安尼你的目睭有光无？你目睭有光无？今日牧师内底有穿衫无？有无啦？当然有穿衫啊，总是内底迄领是穿什么衫？毋知影对毋对？毋免看袂要紧。所以牧师要甲咱讲，伫新的年开始。咱乃灵魂体，国语叫做身心灵三位一体，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他的话。唔通只有听无去，唔通只有看感动浅浅，唔通人来心无来，甚至你的灵搁咧拄久，可能搁囥伫你的厝内底，唔甘伊出来，因为今仔日真寒。亲爱的姊妹。每一遍的主日是你顶头生的一遍，上帝予基督徒足侪机会，因为今仔日是你得胜的时刻。你过去所有的这些罪过，伫基督的中间，咱的主已经甲你安怎洗清到无罪。总是你有确信你是无罪的人，有无？我哪点去？咱有罪。总是每一遍祈祷借着耶稣的名，你已经洁净啦，你已经洁净了。总是为什么你搁咧戆戆，互这罪搁甲你颠半？好来，无说搁问啦，你有将恁这礼拜的重担打来无啦？有无？还是囥伫恁的电梯？还是你唔甘囥？阮中华教会信徒做算，无说拢讲咧，你有将你的重担该互拍来互该打来无？伊讲有。我讲你坐伫椅的时阵有该囥落来无？伊讲无。莫怪你做礼拜肩胛头压力真大，你没有交托，你没有释放啊！安尼你做礼拜时阵会艰苦罪过。咱看到礼拜时阵，因为你拢无看到，牧师伫顶悬看恁的表情做算，有的人足轻松。哦耶，今仔日怎么礼拜从敬拜赞美歌，一直感动我，感动我，讲道也感动我。哦耶，你看伊面真正有荣光。总是有的人重担，伊会讲你牧师，你讲到什么时阵才会结束？你敢知我重担我重呢？啊，有的是安怎完全无表情的，也够无言。所以因为这侪人，伊的动机无共款，总是上帝拢知。知影什么货？今仔日你来这个所在做礼拜，你要追求什么货？上帝创造咱，毋是创造假。只要你愿意每一遍用迄种真真足的态度来追求的时阵，牧师要甲咱讲，耶稣经过试探，伊得胜有存，了后开始安怎洁净圣殿，开始伊3顿半的传教。同款咱是
永福教会信徒，咱是日日拢咧征战。每一个主日的时阵呢，伫即个所在，互圣神大大甲你充满，互你的心有上帝的话。咱爱知，人甲人对抗无啥物问题，总是人甲撒旦对抗，你要用上帝的话。所以感谢主，恁阁有背金句，来，恁有咧背金句无？有没有啊？有没有背起来？无，拜托。后边若是讲吼，逐礼拜恁咧礼拜时阵拢有金句，请你家己背起来。因为呢，可能即句话伫你即礼拜的生活中间呢，三不五时，即种的撒旦会甲你讲的，毋爱去聚会啦。咱来菜市要有一担吼，迄担物件真少，咱来买。还是讲呢，咱卖属奉，早餐店有一个很好吃的早餐店，素食的，我们去吃。还是讲呢，不要拉小提琴，反正还有很多人会拉。弟弟，我们来彰化教会，我认识你。我们不要拉。反正会拉的哥哥比你还厉害，不要 ，OK？ 亲爱姊妹，撒旦不是白痴呢，伊知你咧想什么货。所以逐礼拜咱来时阵呢，咱是用心灵跟诚实。所以教会无看外表。所以当你来到教会时阵，咱珍惜这段时间，因为只有这段时间呢，用你真正的你来调剂咱的上帝。所以上帝知影咱的需要，所以最后牧师要结束时阵，牧师有要问咱：你有将你的重担交予咱的主无？每一遍做礼拜，你的性命得到医治。当你的性命得到医治的时阵，你就得到讨棒。基督徒的面毋是菜瓜的。你看恁每个人的脸，阮迄个圣歌队笑了上水。咱看嘛，恁的面有5孔捏做一孔无？特别是那个眉头啊、眉间，有没有？所以咱后边来牧师跟问咱，恁来这礼拜时阵，有人甲你握手指的，有跟你打招呼或说平安的，请举手。你来这礼拜有人甲你握手指的，也较悬一点点，也较悬一点点。好，来二楼嘛是吼，咱看一下吼，顶悬只有1/3有举手。这边无举手，表示你来时阵呢，有来无来无人知。这边大家有举手，这边嘛无。我意思讲吼，教会毋是属灵的家庭吗？每一遍倒来家庭的时阵呢，咱毋是足欢喜吗？为什么你来做礼拜时阵无人甲你招呼？为什么你来到教会时阵呢，你无爱甲人招呼？坏，因为你无听嘛，你的爱已经不见了啊。所以，咱伫新的年的时阵吼，毋茫咱听上帝迄个听，真正表现出来。基督徒有真侪表面的功夫，包括做礼拜嘛共款。亲像牧师伫中华嘛是，本拢有规定呢，礼拜了爱甲牧师握手，才会使走呢。结果你看到真侪人做耍啊，有的人做单纯，像安尼甲你握手，8%人做伙；有的人呢只有一点点。牧师平安。忘一个啦！我调工手去甲伊伸过吼，大力甲伊掟咧时阵啊，我说你手伤过大个。我讲吼，就是要互你知影吼，咱是一家人，为什么你吼？为什么还有距离？那真正有一天咱咧做礼拜的时阵，咱的歌声耳乐呢，达到上帝讲好啊，今仔日啊，因我教会恁的吟诗，恁的礼拜，我欢喜来做伙就天堂。突然之间，天就开了哦，天兵天将全都下来呢，骑马车呢，拢来啊呢。你们去的不？你们要不要？要的请举手。那为什么你没有举手？来，咱这个兄弟，为什么你不举手？这简单嘛，还未被办好嘛。但是耶稣甲咱讲安怎？我来亲像贼，无人知，所以恁啊时时刻刻真警醒。所以，阮做牧师的人，特别我伫新人一队的，拢是较老的教授，伊拢甲我勉励，嘉宏你做牧师，因为你学原典，所以你要甲信徒讲，咱每过一天，就是你人生的最后一天。所以若安尼，伫生活中间，你会真积极，非常的积极，无论想到什么人，无论什么代志还未做。你永望伫今仔日一定要完成，
安尼呢，当有一天你咧祈祷的时阵，无论是下早、中昼、阴暗、3更半暝，当你咧祈祷的时阵呢，上帝突然甲你讲：某人，你所做的工我拢有看到，你是好过真忠的萝卜，来做伙甲我起来。阮真欢喜呢，甚至我要甲阮的信徒讲，因为团伙会甲阮讲，牧师我平均寿命55岁，我即马是53岁，我剩下2年就要 over。请问咱的牧师几岁？感谢主，伊迄个劫已经躲过啊！安尼咱有牧师长命100岁。当然牧师安尼讲就是讲安怎？那是法，因为牧师这个词汇是高风险，所有的保险公司都不要跟我们来甲阮报，因为呢，牧师有时阵呢，突然之间就暴毙，真的所以牧师拢毋茫呢，有一天我若伫讲道呢。讲到了，足到了时阵呢，他突然之间阿门，听落去乌无死。我讲真的，这是我的愿望。咱有真济是大人，咱咧求上帝求啥物货？毋是互你长岁寿，是互你伫年老已经要过往的时阵，要安怎好死？当然，你也刚讲呢，牧师你触我眉头，新的一年怎么讲这个东西咧？但是牧师要甲咱讲，信仰毋是咧讲13天外。咱有囡仔，有老人，有查甫的，有查某的，有瘦的，有肥的。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期待。所以今仔日，上帝借着耶稣的试探，去甲咱讲，人生有真济比这个搁较悬，你有找到无？当你找到了后，你有拼全力来追求。来维护无？信仰讲起来真简单啊！来到教会做礼拜就好啊。总是信仰讲起来足无简单呢。咱要安怎将上帝话听入去消化，成做你生命一部分，活出伫你的生活。我们不要忘记，就是说你是光，你是盐，你就是光。意思讲呢，你就是光，你就是盐，唔通阁怀疑自己啦。光就是爱照光伫这个黑暗，盐就是爱调和，所以你唔通忽略你的身份。上帝已经将这物件官兵拢互你，只不过呢，你阁未晓用，未晓用的时阵，恳求上帝搁一遍开你属灵的目睭，将这物件互你好好用伫2019年的每一天，互你亲像耶稣一样。当这试探了后的时阵，资格考试了后的时阵呢？你咧传福音，你咧做事工，你咧做信仰的时阵呢，你有百般的文字甲你三甲之地，因为你经过魔鬼的试探，你已经通过这个考试，相信你的信仰一定会进步。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至圣的父上帝，你是阮唯一的倚靠甲帮赞。愿这个时刻，愿对你领受勇敢的信心、坚强的意志、确信的信仰，无论伫任何的试探的中间，拢通得胜有春来荣光你的名。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愿咱得胜的心积极带出咱的好所行。咱即碟来吟圣诗，圣诗597首。树叶会落，围墙会倒坏。树叶会落，围墙会倒坏，名声甲关系也会败。当阮要跋倒，求主扶持阮，求你用双手接纳阮。当阮要跋倒，求主扶持阮，求你用双手接纳阮。咱起立来吟全首。
坐，咱直接来回应上帝的话，来奉献。请起立。即碟咱介绍较好报告，毋知今日敢有初次来到咱的福教会聚会的朋友，咱即碟来报告。聚会甲圣工的分担，咱请个人会当来看。消息的通知，第一是小会有公布6项事件，请咱会当家己来看。本会消息，伫今仔日。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着的国内外宣道奉献主日，中会有交换讲台，咱真欢喜今日咱中华教会林牧师来到咱的中间来讲道，华语堂的部分嘛有由咱千发牧师来讲道，咱本堂王牧师到伫中华教会来交换讲台，咱会当继续为着传道事工来。奉献关心甲代祷，咱即碟咱嘛来拍拍拍啊，来感谢林牧师。第二，咱中会定着伫今日的主日下晡要举行中会在事务的步车检查，咱请负责人会当来留意。第三，本主日下礼拜后11点伫7楼要召开。传道组的会议有备午餐，请大家会当出席来参加。第四项，60周年的筹备小组嘛定着伫下主日后12点，要伫7楼来召开第一届筹备会，有备午餐，咱请大家会当准备心来参加。
第5项，教会定伫下主日要来召开会员和会联合礼拜，愿上帝当接纳伫咱2018年的事工。咱伫今仔日有为先分迄个和会手册的资料，请逐个人带转去会当看以外，伫下主日会当带来到教会。咱也伫1楼的公报栏有公布咱会员的名单，请咱会当来检视。以外，咱伫下主日若有预定要外出的，无法度来参加，咱请会伫通对办公室来登记请假。第6项，咱本会定伫下主日和会礼拜后要举行团契，并扫咱教会。也请会友若方便的会当加入。伫逐个团契中，咱有分配要扫疫的地区，咱请逐个会伫通来共同甲教会来摒扫清气。伫迄日，咱有备午餐，伫6楼做伙用餐了后，才来摒扫。请逐个人会当将咱厝内底摒扫的工具会当带来使用。第7项。咱本会定伫2月24，咱要举行圣礼典，举行洗礼甲圣餐。伫即中间有要报名的，会当对办公室来领填表格，以及预备心来参加咱的洗礼班。第8项，咱周3的暗时祈祷会目前是暂停，预定伫到3月13日，咱才个新的一季来开始。第9项，生命成长小组第2期林捌基督徒生活已经开始报名，预定20人为限。咱要对2月19日到4月16日，来9周的课程，若有兴趣的会伫通来报名。咱团契消息的方面。咱请逐团契会伫通来详细来看。第9届的消息，总会第56届大专的纪律圣经研习班，以及大专青年部嘛有定着伫一寡课程的生活营，咱会伫通来报名。详细的部分咱拢伫公布栏有公布。咱有缘会当对咱的精灵关怀协会，咱有一寡事工伫下底面，咱互相会伫通来关心大岛，甲来参与服侍。咱大岛的事项，有9项，10项，咱会伫通伫咱随网无祈祷会中间，咱每一个人伫处理的这段咧祈祷的中间，咱会当互相来关心大岛。跩事项，咱报告到遮，咱即时做伙来吟圣诗389首，圣诗389首。阿拉上帝至悬至尊，阿拉上帝至悬至尊，造化的主万福原本。天顶圣祭，天下万民，永远阿拉平行圣神。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甲之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会到闭会。麻烦青少契会后留下来至5楼吃中餐，然后吃完中餐整理圣诞节的布置。青少契请特别注意，麻烦留下来一起吃中餐，然后吃完中餐一起拆解圣诞布置。